我第一遍识在你。嘿啊，我竟然甲问一个无客气的，你是大特呀？做回来嘛，回来。黄色的。你这无礼貌，你这只问人大特还较无礼貌。抗议，你若做哪有诶？抗量。按照几个哈？有两个，我叫两个。咱家时间哦，生理在这。就准备你家，那就走啊。这节目2点咱就一个生病。有劲啊！这个时间无够长啦，有劲啊！老好你啦！哎呦！这就是目睭吼，看会着，吐袂着啦。哇！今日增加恁这队，阮就无球啊！啊是咱大家拢来去等看卖啊，好无？大家拢来等，都来等。